係樹立一個比較壞嘅榜樣，就係話用政府即係用嗰個議會正常嘅運作咧，係因為而家拉布啊，同埋啲人經常中意用辭職嘅手段咧，而係經常係受到干擾或者係癱瘓。所以咧，我哋係認為政府同埋議會咧都應該回復正常嘅運作。社會上有唔同嘅聲音係好正常嘅，但係我哋希望用翻一個比較文明嘅遊戲規則，唔係時時咧都係去到咧大家冇辦法，一啲妥協都唔做。其實我覺得當即係喺一啲唔同聲音嘅情況底下咧，其實唔同意見嘅市民嘅聲音都應該被尊重。因此咧拉布咧，其實會係令到下一代咧覺得用破壞嘅方式係可以達到目的，我覺得呢樣嘢係唔應該咯。